想起應該係20年前啦，都正值我公司咧創業第10年，即係10週年。咁我自己都有一個概念咧，就係想回饋下社會。咁啱我搭地鐵就見到播道兒童之家嘅燈箱廣告，咁咧我就好貿然咁打個電話嚟播道兒童之家，咁啊揾阿羅姑娘、阿羅院長。其實第一日探訪我已經預備咗一張支票啦。參觀過兒童之家啦，見到兩位院長啦，阿羅姑娘啦，同埋阿 Kelvin 啦，咁俾我嘅印象咧，其實就係好熱衷同埋好有愛心對嘅孩子。其次就係即係兒童係社會嘅棟梁啦，咁一定係要大力支持嘅。最深刻嘅嚟講，應該係第一次我帶扶輪社嘅社友過嚟參加你哋新嘅院舍有一個燒烤會 BBQ 咁啦。咁我哋有啲社友同埋啲孩子call sofa 一齊 jam 歌，一啲就彈琴，一啲就唱歌。咁喺嗰次活動當中咧，我就感受得到有啲好細個嘅細路仔，咁其實佢哋係唔應該受咁多苦難嘅。咁即係引起我自己覺得應該有個持續性嘅幫助。希望咧帶唔同嘅社團啊機構嚟睇下，可唔可以幫到手？咁我咧就介紹咗扶輪社嘅社友啦，亦都帶咗廠商會嘅會員啦。咁陸續都有好多唔同嘅幫助，譬如話牙醫啊，或者有其他即係做窗簾啊，或者有啲即係院舍嘅即係建築啊結構上嘅諮詢啊，咁好多活動都有幫助到，例如好似非洲鼓啊，咁都即係細路都玩得好開心啊！羅姑娘就提出咗就係啱啱政府有個 scheme 就將佢放大1倍，咁我諗唔到其他理由唔支持咯。即係咧 say 你捐10萬，咁可以攞多10萬作出一個咁大嘅貢獻，咁其實一定要大力支持咯。係啊，咁我喺呢度咧都呼籲其他嘅機構或者商家啊，即係都可以支持下呢個 scheme， 係即係真係唔好浪費佢啊，去放大你嘅資源啊同埋貢獻。燃亮生命，請捐款支持播道兒童之家。